之前碌新假期見到呢間餐廳，以為喺印度，原來喺深圳。好，等我去現場實測下係咪呢個 feel 先。呢一間位於福田區，聽講喺深圳係第一間主打炭燒嘅海鮮餐廳。聽講呢間餐廳有好多年歷史，由最初大排檔，而家就搬咗去一間地鋪。去到現場裝修真係好似80年代嗰種懷舊裝飾，好啱啲女仔打卡，因為連食物都有好多打卡位。唔知係咪因為咁，所以間鋪鬼死咁好生意？係，你唔好理人，人哋個老闆醒啫。出啲咁嘅巴黎鐵塔望遠鏡飛餅，啲食客台台都嗌。做完啲門面功夫之後呢，又親手夾爛佢。哦，原來要嚟點咖喱嘅。其實越南都有類似咁樣嘅煎餅，但係就冇呢度嘅老闆咁有諗頭，整到成座塔咁樣俾人打卡。果然有商業頭腦同機心啊吓。點啊，貓山王都擺喺間鋪度賣，仲唔係有機心？心諗越南有邊間餐廳係有得食榴蓮？跟住個瀨尿蝦呢，又會幫你剝埋殼。呢一個我家鄉都會咁做，唔知你家鄉又會唔會咁做呢？好，最後食埋個海鮮粥。嗱，我都估到佢會出絕招噶啦，玩火。剛才有問過服務員點解啲粥係黃色嘅，佢話油南瓜。好，分享完，拜拜。